你過咗60年，經歷過咁多嘢，有高峰，有低谷，有甜，有苦，呢啲全部都係你嘅寶藏。書入面講，將你嘅人生當係一塊田，而你經歷過嘅所有事，就係田入面嘅收成。有啲果實好甜，例如升職、結婚、生仔；有啲大笑小酸，例如失戀、失敗，但全部都係養分。而家係時候將佢哋收割起嚟，提煉成智慧。例如你以前俾人炒過魷魚，當時好慘，但係今日回望，正正因為嗰次失敗，你先學識點樣變通，點樣更堅強。呢啲就係你嘅人生寶藏。記性差咗，跑唔喐，周身骨痛，呢啲係身體嘅警號，提醒你要慢落嚟。好多人以為呢個係衰老嘅詛咒，但書入面話呢個其實係上天俾嘅禮物。點解？因為當你身體唔再俾你向外拼搏嘅時候，你就會被逼向內探索。有個馬拉松跑手，佢跑咗幾十年，退休後膝頭壞咗，跑唔到，佢好失落。但係後來佢開始學靜觀、學冥想，發現一個更深層、更平靜嘅自己。佢話：我以前用對腳認識世界，而家我用個心認識自己。唔好同你嘅身體做敵人，佢係你最老實嘅朋友。退休唔係收工，而係轉工。以前嗰份工係為咗搵食，為咗養家，而家呢份新工係為咗開心，為咗滿足感。你中意煮嘢食，你嘅新使命可能係開個 YouTube channel 教人整餸。你中意湊孫，你嘅新使命就係將愛同智慧傳承落去。書入面有個退休巴士司機，佢對香港路線了如指掌。退休後，佢開始喺網上拍片，教人點搭車最快最平，結果成為咗香港交通 KOL。佢話：以前我載人去目的地，而家我帶人揾到方向，一樣咁有意義。揾到你嘅新使命，你每朝起身都會充滿力量。60歲之後，一定會面對失去，朋友離開，健康轉差，自由減少，呢啲係無可避免。但係你可以鍛煉抗逆力，抗逆力唔係死撐，而係好似竹一樣，大風吹嚟，我彎低，但唔會折斷。風過咗，我又企返直。書入面教咗幾個方法：一、每日感恩3件事，就算係好微小嘅嘢，例如今日天氣好，杯茶好飲；二、接受無常，冇嘢係永，所以更加要珍惜當下；三、保持社交，同人傾偈係對抗孤獨同絕望嘅最強武器。心靈夠彈性，你就打唔死。你有冇試過同後生仔分享經驗，但對方明顯like冇心機聽，因為冇人中意聽道理，但人人都中意聽故仔。你想傳承智慧，唔好再講，你要努力啊！做人要腳踏實地啊！呢啲太悶，冇人會記得。試下講，我同你講，我當年點樣有一個茶餐廳伙計，做到開自己間鋪，有情節，有畫面，有感受，先會入腦。你嘅人生本身就係一本最精彩嘅故事書，唔好收埋佢，分享出嚟就係最好嘅傳承。你揸咗幾十年車，教人揸車啦；你做咗幾十年會計，幫社區中心啲街坊報稅啦；你整咗幾十年衫，教班後生女車衣啦；你用咗大半世累積返嚟嘅技能，唔係用嚟收埋，而係用嚟服務。當你嘅技能被需要，當有人因為你而受惠，嗰種老而有用嘅感覺係千金都買唔到。書入面話，最快樂嘅長者都係將自己嘅寶刀貢獻出嚟嘅人。你唔係冇用，你係一座行走嘅寶庫。香港人最忌諱講死，但書入面話，當你敢直視死亡，你反而會活得更精彩，因為你會明白，我冇無限時間，所以我要將有限嘅時間用喺最重要嘅事同人身上。同家人嘅每一餐飯，同老友嘅每一次傾偈，睇日落嘅每一個黃昏，全部都變得好珍貴。死亡唔係敵人，係一個老師，提醒你活在當下。快樂唔會自己上門，你要主動去捕獵佢。今日杯咖啡特別香，公園朵花開得好靚，同樓下保安傾咗2句偈，好開心。將呢啲微小嘅快樂收集起嚟，你會發現幸福其實無處不在。快樂係一種能力，而唔係運氣。聽完呢9堂課，你有冇發現人生下半場其實係一場完全唔同嘅遊戲？Game 1，我哋鬥嘅係學歷、財力、體力，但係 Game 2，我哋鬥嘅係智慧、心境，活得有幾通透。Game 1，你可能已經輸咗、贏咗或者打成平手，但係冇所謂，
因為 Game 2先係真正決定你人生精唔精彩嘅關鍵。Our Wisdom Years 呢本書最想話俾你知，你嘅價值唔在於你做過啲咩，而係在於你成為咗點樣嘅人。你過去嘅所有經歷，無論好壞，都係為咗塑造今日呢個獨一無二、充滿智慧嘅你。如果你都即將或者已經踏入人生下半場，我真心推薦你睇下《Our Wisdom Years》呢本書。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對退休生活最期待嘅係咩？或者最驚嘅又係咩？我哋一齊傾，一齊學習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有啟發，請你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我會繼續為你介紹更多改變人生嘅好書。記住，60歲之後唔係終點，而係你最精彩嘅起點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